今年啊，也就是24年，自驾大兴安岭最好的线路，千万可别听那些娘们孩子说什么不要走331。这两个画面是331国道的锡林浩特到阿尔山段，左边的画面是21年拍的，右边的画面是今年刚刚拍的。我4年来的3次，现在这条路好到就像柔软细腻，只不过我更怀念把轮胎气压放到1.2，在这条路上跑100的日子。出来干嘛来了？如果把阿尔山作为自驾大兴安岭的第一站，大部分人有2个选择啊，就是东吴起和西吴起。现在是满都胡宝拉格往阿尔山方向走，大概32公里的地方啊，记住这个标点。右手边有一个小湖，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大湖，让你看看能拍到什么。